今日看立法院会哦，今仔进行7个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。民进党团是表示讲，因会支持总统提名的人选哦。之前嘛风声讲，南北可能会同意1、2个人，也毋过落尾嘛是决定讲要全部否决。民众党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强调讲，这是因党内开会结果，是无甲国民党团来讨论。也毋过最后表决的结果，7个方提名人拢无通过同意票的门槛。 台北立委排队领票，刷来投票。立法院会2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。这届大法官被提名人包括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、副院长被提名人苏素娥，也加肖文生、陈顺辉、林丽莹、陈子荣、詹定营等7个。民进党团表态支持总统提名人选。 他不是在划拳比数字，不是在比大小。如果蓝白说不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，这种数字游戏上打转，本质上就还是一个政治的操作。因为要传出国民党团暗算放1个人，民众党团可能同意1个至2个人选，引起绿营批评是政治操作。不过到尾南北党团拢各表明会全部封杀。针对这一次赖清德所提名的大法官。 台湾民众党全部不同意。如果都是推荐一些绿油油，甚至检察官可以来担任这个大法官，而且司法院的院长，这个表示法界无人哈。 若是南北拢讲全部封杀，双方事先是毋是有讨论过？不过枪讲无甲国民党团讨论，也会尊重哪赢的决议。根据宪法诉讼法即卖规定，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使比10个人较少。目前大法官敢若8个人，宪法法定暂时法庭。这批大法官人数至少要通过2个人，才会当互宪法法庭开始运作。记者采访报道。